同款是体育的好消息，台北市东园国小的校棒队代表咱台湾参加威廉波特世界校棒锦标赛，咱29年是阁摕到总冠军。掌球队已经返来台湾，大家拢真热情甲迎接。接落来，台北市府嘛按算要举办庆祝的活动。台湾之光，台北公园。 家返来台湾的东园国小棒球选手，一个一个挂公用的花裤。体育署署长郑世忠亲身到桃园机场接机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因为出席大稻埕夏日节的亚杯活动，由副市长林奕华甲市府团队的代表接机。外口有大阵的家长甲规划热情等待，欢迎英雄摕到胜利倒转来。 让29年，东园国小伫美国威廉波特世界校棒锦标赛得到总冠军，让世界看到台湾，望甲乡亲欢头喜面，直接包一只游览车做回到桃园迎接。 那我们万华在地乡亲都非常兴奋，从拿到冠军的那一天就一直打电话来问说什么时候小朋友回来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包了一台游览车。 爱拼才会赢，因总算徛起哩世界舞台。体育署长郑世忠也希望未来中央甲地方做伙合作，让囡仔更较好的训练环境。很希望未来我们也是会再跟台北市政府这边呢一起来许个愿，是不是呢？未来在东园国小的训练场地上面，有什么我们中央可以帮忙的地方，也跟地方一起来合作，给我们小孩子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环境。 卡达台湾的土地总算会当透一口气，小球员用因的训练甲身体写下历史，唔但互台湾真骄傲，也为基层的棒球点到新的希望。所以来台北市府阁有相关的活动，要做伙庆祝，这真无简单的公营。公司新闻参报道。